这白沙屯妈祖进香是为透早行到天暗，今年阁真罕见来一个大长弯来行山线。昨透早，妈祖的銮轿为中华社头来出发，以早拢是行往西边的海线，这个是改行山线，为东南边进入到二水，刷落嚟的二水乡，常常来一个大长弯，往西边进入到溪州。 本地想讲会就近，就为溪州大桥来过落水溪，结果妈祖是为较远的西里大桥来过溪进入到云林县。安尼一来，就要加行几啊点钟哦。暗时就伫咧西里广福宫来主驾，就安尼虔诚的信徒对着妈祖，为透早6点行到暗时8点，足足行14点钟，超过36公里。这嘛是让26年妈祖的銮轿搁来行山线。昨昏透早6点，天也未光，白沙屯的妈祖为中华社头协天宫出发，本来当作讲妈祖会行永年往西边海线，也毋过。 妈祖今年改行东南边向二水去，后来伫二水阁乡一个大长弯，西到西边的溪州乡，这个队伍沿着落水溪爆花伫行，人是有够济，这一个说足足加行几啊点钟。日头落山后，桥班的人员甲信众本来当作讲妈祖会先伫溪州主驾，过顿工才入去云林，不过銮桥完全无停落的意思，而且毋是行较近的溪州大桥过落水溪，是西过较远的西里大桥。暗时7点，伫西里大桥关市交界中华甲云林的警方正式交接护驾勤务。来拍棚啊，欢迎信幕。 暗时8点，銮桥总算伫西里国福宫主驾，为透早6点行到暗时8点，足足行14点钟。大家赶紧利用休困的时间充电。有真的信徒行路行到脚拢大有步。对，时间蛮久的。累吗？脚酸不酸？脚酸，但是还是要走。走妈走是30几公里。但你走了30，也有30公里，接近。 虽然粉红色的超跑一天内连赶30多公里，信徒依然对调调。桥班人员沿路伫换班，大哥将这个桥卷起来，撇开重重的车阵，真辛苦。不过无人发忝，伫休困10点钟后，今日透早6点，銮桥准时起驾，继续第5天的进香行程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